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今天是我们约翰福音第31天的共读。今天早上邀请李倩如执事，李倩如干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保守我们能够在早晨能够一起聚集在线上，我们能够一起来读你的话语。谢谢你在我们还没开始工作生活之前，先召聚我们，求你安静我们的心，帮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有好的领受。我们将接下来的时间都恭敬交托在神你的面前，愿你来保守和看顾。我们将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阿们，谢谢。我们从约翰福音已经看完了完整的7个神迹，那已经来看到第7个神迹，就是耶稣要介绍他就是复活，就是生命。那也看到透过马大这位见证人，那并且呢把这样子的信息呢传给更多见证耶稣是基督，传给更多的犹太人。那一路到这个耶路撒冷，那虽然大祭司、祭司长又想要杀耶稣，也想要杀拉撒路，但是耶稣的人子得荣耀的时间还没有到达最后，所以耶稣必须隐藏。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进入第12章，也就是来到了昨天进入第12章，那么继续要看在逾越节的前5天，那耶稣所做的事情。好，那我们请倩如来带我们读第12章的20节到26节。在节期中，到耶路撒冷礼拜的人当中，有些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的伯赛大人腓力，要求他：先生，我们想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两个人一起去告诉耶稣。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刻已经到了。我郑重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那爱惜自己生命的，要丧失生命。愿意牺牲自己在这世上的生命的，反而要保存这生命到永生。谁要侍奉我，就得跟从我。我在哪里，我的仆人也要在哪里。那侍奉我的人，我父亲一定看重他。耶稣在逾越节前，那许多犹太人都来到了耶路撒冷要过节。那当时的人说耶稣会不会来过节？好，那耶稣他的确是要来过节，但不仅是犹太人，甚至希腊人，所以这里的希腊人指的就是非犹太人的希腊人，因为有一些是已经希腊化的入籍希腊的犹太人，但这边是外邦人。那这些外邦人呢，他们就来到了伯赛大的腓利啊。那这腓利呢，在第1章就已经出现了，他就是带了这个拿但业要来见耶稣的腓利。那但是这腓利呢，显然跟第1章的举动有点不太一样。他就是拿但业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腓利说你来看就是了。但是这一次呢，由希腊人找腓利，腓利找安德烈，安德烈再带着腓利希腊人一起来见耶稣。所以这是安德烈呢第3次的出现。第1次是带他的哥哥彼得，第2次是带无柄鳄鱼的孩子，第3次是带着这群希腊人。那显然这个腓利他的角色呢，因为希腊人他们可能要用希腊话。好，那在耶稣当时的主要母语是用亚兰文，所以他们比如说我们在读《使徒行传》，这些讲希腊话的人的寡妇受到冷落，因为语言没有那么样子的完全通，所以这当中腓利、安德烈在希腊话的上面呢，显然是比较好的。那耶稣呢，虽然没有讲到这些希腊人来接见的内容，但是耶稣透过这样的一个动作呢，就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呢，是什么时候呢？就是耶稣他要进入他的这个上帝计划当中的更高峰，所以
耶稣就这样宣誓要得荣耀。那后面会看到他怎么样得荣耀。那耶稣呢又再次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了。那因为呢，爱惜自己生命的要丧失生命，恨恶自己生命而在这要保全生命到永生。所以这一段话呢，非常的密集啊。一方面，耶稣说他人子要得荣耀；另外一方面呢，耶稣说一粒麦子必须落在地里死。所以这个得荣耀呢，就是从死而复活，结出许多子粒的过程。那所以耶稣把这件事情呢看见是一个荣耀的事情。虽然我们知道这整个受难的过程是一个痛苦，是一个羞辱，是一个被众叛亲离的过程，但是耶稣他已经把这样的过程呢都当成是一个能够得荣耀的时候。那甚至这样的死呢，不是不是恨恶不是只有贪爱世上的生命，而是恨恶自己在世上的生命啊。所以这个恨恶的意思呢，就是指不珍惜。那爱惜的意思呢，就是珍惜。那所以这个因为得荣耀的缘故而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就要保全自己的性命到永生。所以这里的两种性命，一个是世上的生命，一个是到永生的性命。那这就是一个得荣耀的过程。那耶稣也是透过这样的宣誓启示，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怎么样保存性命到永生，就是要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因为这麦子如果放在罐子里，放在厨房里，如果不放在土里面，那这个麦子呢是不会产生效应。那但是当一粒麦子落在地里，那埋葬了，那看起来是死，可是它的生命才是真正要打开的时候啊。所以这也是耶稣在开我们的属灵的眼光，说我们以为我们在这世上的生命就是全部，但其实只是一个开头。当我们落在地里死的时候呢，这个生命才是要开枝散叶的时候。那26节又说，谁要侍奉我，就要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啊。那这个也要在的意思就是也会在那里，指的是当耶稣呢他落在地里死了，那服侍他的人也会落在地里死。当耶稣呢结出许多子粒来的时候，服侍他的人也会结出许多子粒。那就是耶稣怎么走，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怎么做，那他的服侍耶稣的人呢都要跟着一起做。所以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那这个服侍呢，从昨天我们看到这个玛利亚用珍贵的纯拿达香膏，她也是来服侍耶稣。那旁边的人呢，门徒呢，在议论纷纷的时候呢，耶稣却说不要禁止他，而且说这做的是一件美事啊，是为着他的安葬之日所预备的。所以服侍耶稣的人呢，就是有这个与主同活、与主同死，然后知道耶稣所要走的路，而去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就是恨恶自己的生命。那个恨恶的意思不是说讨厌自己，而是他做出一个选择，为了永生的生命，他必须只能够选择一个，不再选择世上的生命。那我们接着再请倩茹带我们来读27到36节。27节，现在我心里愁烦，我该说什么好呢？我该求父亲救我脱离这时刻吗？但我正是为此而来，要经历这苦难的时刻。父亲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有声音从天上下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站在群众听见这声音，就说打雷了，并有些人说有天使在跟他讲话。但是耶稣对他们说，这声音不是为我，而是为你们发的。现在这世界要受审判，现在世上的统治者要被推翻。我从地上被举起的时候，我要吸引万人来归我。他这话是指自己将怎样死说的。
群众回答：我们的法律告诉我们，基督是永世长存的。你为什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这人子是谁呢？耶稣说：光在你们中间为时不多了，你们该趁着还有光的时候继续行走，免得黑暗追上你们。因为在黑暗中行走的人不知道他往哪里去。趁着你们还有光的时候，要信从光，好使你们成为光明的人。谢谢。那耶稣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因为这一群的外邦人、希腊人，他们都听见拉撒路死里复活的消息，那这是连接在拉撒路后面。那所以当拉撒路死里复活的消息的风声呢，传到了外邦，传到了希腊，那希腊呢，他们就是要追求的哲学，追求的形上学，但是他们现在呢，也要来追求这份真理的时候，那耶稣知道这个福音，这个见证已经传出去，那再来这个后面所要发生的事情，就是耶稣要像一粒麦子一样，不再是在这个世上，而是要进入永生。但27节耶稣说：“我现在心里愁烦了。”这愁烦可以翻成扰乱，或是动荡，或是不安了。那为什么不安呢？所以在这里耶稣好像有一点遇到撞墙期，他甚至说：“我该怎么说呢？我该说什么好呢？”那所以耶稣他很有一点就是心中的不安，而怕所说的话会影响了门徒，所以他必须要很小心他自己怎么说。但最后他说什么？说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吗？好，那因为他觉得他要上十字架，但是他还需要父来救他吗？但是他又一转念想，但我正是为这时候来的，所以人子得荣耀的时候跟为这时候是同一件事情。那耶稣必须要恨恶自己的生命，才能够保全性命到永生了。所以连耶稣都会忧愁、动荡、不安，那他都因为恨恶自己生命这件事情呢，真的是不容易的。但耶稣怎么突破呢？28节，耶稣说：“父啊，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啊。”那这也是一个耶稣转念的一个关键，就是他不要再看自己的生命，不要再爱惜自己的性命，那他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愿你来荣耀你的名啊。那所以这个是耶稣的一个在挣扎当中，在忧愁当中、动荡当中的祷告，就是愿神荣耀他自己的名。那当耶稣这样一祷告呢，这样一说呢，于是29节就28节，当时有声音从天上下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那所以这句话呢，显然不是只有对耶稣说的。那因为呢，后面就会说这句话呢，在人的耳朵听起来是打雷的声音哦。但上帝回应耶稣的祷告说：“我已经荣耀我的名。”那这个神已经用各样的创造世界，好，然后拯救世人，好，差遣他的独生子，好，他已经都在荣耀他的名，但是呢，还要再荣耀，就是耶稣所做的，已经使神得荣耀。好，那这个不管是耶稣做过7个神迹，都来荣耀神。但是呢，还要再荣耀，就是神要再做比这些神迹加起来更伟大的事情，那就是耶稣来不仅是道成肉身，还要拯救世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好，那这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那但是这样的声音呢，在旁边的群众听起来呢，像是打雷的声音呢。好，那当时候出埃及的这些以色列人来到西乃山下，上帝在山上对摩西颁布律法，那在山下人呢，就是看见密云，好，然后闪电跟雷轰，
那在诗篇29篇第3到第4节也说耶和华的声音在众水上，荣耀的神打雷，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那在耶稣来听呢，他是听见神说的话，我已经荣耀我的名，还要再荣耀。但是在众人来听呢，却是听见打雷了，不晓得内容，只知道是带着威严和能力。但呢，有的人听起来是打雷，有的人说，这是天使在跟他讲话。但耶稣呢，心里的忧愁动荡不安，这时候还在吗？这时候已经化成一个坚定的信心了。所以耶稣呢，就对这些人说，这些声音不是为我，所以耶稣知道说，他跟父的对话呢是非常的直接，这些话都是为着我们能够明白他跟天父怎么样的对话，所以这声音不是为耶稣，而是为人而发的，让人可以听见，因为这是这世界，现在这世界要受审判。现在这是这世界受审判的时候，现在这世界的统治者要被赶出去了。那所以当耶稣在说人子得荣耀，除了是借着他的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还有呢，人子得荣耀呢，就是要透过这个死结出许多子粒，还有透过服侍他的人也一起结出子粒。然后呢，来胜过这世上的这个统治者，胜过这世上的恶者。那这世上的统治者呢，不是只有指这些地上的政权，罗马帝国，像那时候奋锐党，他们就期待耶稣呢，是骑着驴，最好不要骑驴，要骑着马。不过因为撒迦利亚已经预告，他要骑着驴来，所以他们呢，还是期待耶稣就是他们的统治者。但是呢，地上的统治者都要被赶出去，因为呢，当耶稣从地上，这个地上就是从一粒麦子落在地里的地上，所以当耶稣从这个麦子又举起来地土里呢，又被举起的时候呢，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好，那所以耶稣是这个约翰也很贴心的，在33节说，耶稣这话是指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所以耶稣怎么样落在地里死了，死了呢又被举起来。好，那我们知道他被举起来的时候呢，是在十字架上，像这个摩西的这个所立的竿，因为铜蛇，然后举起来的时候望见了就活了。那现在呢，举起来呢，不仅是在钉十字架，而是先落在钉完十字架，然后死埋葬，然后再从地上被举起来。所以这个举起来的时候，是这个举呢是双关语啊。第一个是指高举，但是呢，第二个举呢是指被赞扬。他耶稣呢，他的名呢，就像现在希腊人呢都来见耶稣一样，耶稣的名已经传出去被赞扬，所以呢，他就要吸引万人来归他。所以从希腊人来见耶稣这件事情呢，耶稣就知道，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34节，那群众呢就问就在讨论，他们把耶稣的话呢都会拿出来分析说我们听见律法书上说基督是永存，所以他们现在还在考虑要不要把耶稣当成基督。有一些已经相信了，可是现在呢，耶稣又说他要从地上被举起，所以他们可以隐约知道耶稣在讲他要死后要在死后要被赞扬这件事情。他说但是呢，那个基督那个受膏者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人子要被举起呢？那这人子又是谁呢？所以他们其实问的问题很好，但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不是要回答他们的不明白，而是耶稣要启示。35节说，光在你们中间为时不多，要趁着有光的时候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所以耶稣没有直接回答，
但是耶稣呢是要开导或是要启示，就是这个基督呢是世上的光。好，在第8章12节，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好，在他之后呢就开了瞎子的眼睛了。好，那因为呢，这个光呢是一个荣耀，好，是一个来荣耀天父的父的荣耀，好，这光是父的荣耀。而这个光呢，趁着有光的时候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因为在黑暗行走的不知往哪里去。要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啊，好，光明的人。所以这到这里36节呢，可以说是约翰福音当中耶稣公开的讲道的 ending， 最后这是对众人所讲的。所以耶稣他不再解释了，到底这个人子是谁呢？这个基督是谁呢？这个基督是如何的永存呢？耶稣显然是该说的都说了，所以他也知道再说不信的还是相信的还是相信，不信的还是不信。好，所以他做了一个漂亮的总结，就是要趁着有光，要信从这光，我们就会成为光明之子。反过来，好，当这个光离开了，我们才要信这个光的时候呢，我们也不一定能够见到这个光，那更难以成为这个光明之子。接着再请倩茹带我们来读36的后半到43节。说完了这些话，耶稣离开他们，隐藏起来。37节，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过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说过的话：主啊，有谁信我们所传的信息呢？主的权力向谁彰显呢？他们所以不能信的理由，以赛亚也说过：上帝使他们的眼睛瞎了，使他们的心智麻木了，免得他们的眼睛看见，他们的心智领悟。所以上帝说他们不会转向我，让我治好他们。以赛亚说这些话是因为他看见了耶稣的荣耀，指着他说的。虽然如此，犹太人的领袖中也有许多信耶稣的，只因怕法利赛人不敢公开承认，免得被赶出会堂。他们爱人的赞许胜过爱上帝的赞许。好，谢谢。那所以耶稣他对群众公开的讲道，也就是说完了这话，耶稣就离开他们，而且还隐藏起来哦。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从第1章到第12章的总结。好，那1到12章，这个约翰安排了7个神迹。那这7个神迹呢，都是一个记号，就是一个揭露的记号，也是一个启示。好，但是呢，这些最后一个记号呢，死人复活，但是呢，显然还是不能够让人相信。但是耶稣也不再用其他的神迹，就隐藏这些的记号。37说，他虽然在他面前许过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所以很显然，这个隐藏就是指这些的记号呢，不会再有了，不会再有。那最后的神迹呢，当然是耶稣自己死里复活。但这个神迹呢，这个耶稣的死里复活不是一个神迹，也不仅是一个记号，而是一个救赎。那这样的事情呢，38节是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这是记载在以赛亚书53章第1节受苦仆人的诗歌当中所说的：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我们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那这是一段的反讽啊，在以赛亚书第6章，好，那上帝本来要差遣这个先知以赛亚说，谁肯为我去呢？好那以赛亚就回应说，我在这，请差遣我。但是呢这些百姓呢，其实是由蒙了眼瞎了眼，硬了心呢。好，那但是都是神使他们眼瞎跟心硬。那但是呢，为什么上帝要让他们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心要刚硬呢？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会医治他们。所以人能够得医治的关键，就是听见了上帝的话。我们能够听见上帝的话，是神所带给我们的一个恩召。但是我们如果没有回应的话，
好，那我们还是继续过着眼瞎心耳聋，好，心刚硬的日子。那这个以赛亚的这个宣告呢，这个反讽呢，好，就是用在现在这个阶段，好，他们跟着耶稣是这个弥赛亚基督呢是面对面，好，而且呢是弥赛亚基督，好，一个神迹一个神迹，好的来揭露他自己。但是呢，到了最后关键的时刻，人子都已经预备好要得荣耀，连外邦的希腊人都千里迢迢在这个逾越节的时候要来见耶稣。可是呢，他们这一群上帝的子民就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这一群的上帝的子民却还在那边犹疑不决，还那也可见这个信心真的是打了好几个结。41节，好，那以赛亚呢，他讲的这一段话呢，好，是因为他看见了耶稣的荣耀，好，看见了他的荣耀，好，那这个现代中译本直接把它翻成以赛亚看见耶稣的荣耀，好，那先知以赛亚怎么看得到耶稣的荣耀呢？好，耶稣跟先知以赛亚差了700年，但是呢，在这个以赛亚说这段的预言呢，就是他在为耶稣做见证，所以读以赛亚书呢，不用说耶稣，连名字都取好了，有童女怀孕生子，他的名字要叫做以马内利哦，所以整卷以赛亚呢，先知都已经看见有一位以马内利要来到这世上。好，那以赛亚做了很多关于耶稣的预言了。那这是犹太人应该拿到最宝贵的礼物。好，那700年前就已经在传，那甚至我们今天能够找到圣经最完整、最抄写、最保存最好的古卷，就是死海古卷，里面就是以赛亚书。可是呢，这么样的流传千古，然后保存完整，然后抄的几乎是一字不漏。可是呢，犹太人读起来呢，却还读。当这个耶稣来的时候呢，他们却是像是眼瞎了，像是耳聋了，像是心硬一样还不明白，因为不能没有办法回转，就没有得医治。42节，虽然如此，犹太中的好些领袖也信了耶稣，但是又一边信一边怕，所以这里还有强调有附带。也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不敢承认，怕被赶出会堂。好，谁被赶出会堂呢？就是那个生来瞎眼的人，他被开除教籍被逐出教会。好，那这在当时人来讲呢，是一个丢脸的事情，是一个恐惧的事情。但是呢，这就是他们信心的绊脚石，让他们不敢跨过去。他们都想信耶稣，可是又怕被赶出教会，被赶出犹太人的会堂。好，那他们就不能进入弥赛亚的国度，所以他们非常的两难哦。但是我们现在在圣经上面看到这些英雄呢，每一个都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总结是43，因为他们爱人给的尊荣过于爱神给的尊荣。好，也就是耶稣说，那爱惜自己性命的就丧失自己的性命。好，最后再请倩如带我们来读44到50节。44节，耶稣高声呼喊，信我的不仅是信我，也是信差我来的那位。看见我的，也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我做光来到世上，为要使所有信我的人不住在黑暗里。那听见我的信息而不遵守的，我不审判他。我来的目的不在审判世人，而是要救世人。那拒绝我不接受我信息的人，自有审判他的。在末日，我所讲的话要审判他，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什么，而是那位差我来的父亲命令我说什么讲什么。我知道他的命令会带来永恒的生命，所以我讲的正是父亲要我讲的。那这一段话呢，我们会似曾相识因为呢，在第3章17节、第5章27节、第8章12节，来到12章35节，限制现在这里的12章44到50节，我们看见耶稣呢一直保持着跟神非常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耶稣的权柄是他顺服权柄。
他不敢越过上面的权柄，所以他所说的，他所做的，甚至他的任务使命，不是要来审判世人，是要来拯救世人。那这样子呢，都是神的工作。所以这段话呢，是耶稣对他自己传道工作的总结。就是他从受洗约旦河受洗，然后出来传道，到现在他准备要去殉道，要上十字架。他的总结呢，一切都是来完成天父的旨意。但是这样的工作呢，只有两种，一种叫做信，见而信。那信谁呢？信耶稣是神所差来的。但是呢，另外一种是48节弃绝的，不爱不领受的话的，那他就因为他自己的弃绝被审判，不是耶稣要审判，是他自己审判自己啊。所以耶稣最后他的结论是他成为光来到世上，要使人不住在黑暗里，听见的但是却拒绝的。耶稣不审判，是他自己有审判他的，就是他没有回应神的话。所以第50节说神的命令会带来永恒的生命，他所说的都是父所说的。所以我们在这一章听见上帝用打雷的方式开口说话，说我已经荣耀我的名，还要再荣耀。其实呢一切的都是耶稣他只是一个彻底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所以他在哪里服侍，耶稣也要服侍他的人怎么样跟他服侍。今天的金句48节，那拒绝我不接受我信息的人，自有审判他的，在末日我所讲的话要审判他。所以耶稣要告诉我们说，趁着有光在我们中间，就要在光里面行走，成为光明之子而不要拒绝呢，还要躲在暗处，不愿意来面对这光。那今天的经文呢，也让我们思考到外邦人都想要来求见耶稣，可是犹太人呢却拒绝耶稣。但是无论如何，人子的荣耀时候到，就是福音传到全世界。所以在今天的世界上，或是在我们的周边在我们的社区，还有很多不认识耶稣的。我们要怎么样使人子的荣耀，就是要传福音。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影响外邦人来见耶稣呢？要如何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呢？这都是要恨恶自己在世上的生命，就是不珍惜而为了天国的缘故，为了神国的缘故，那我们就会保全性命到永生，也会得到父的尊重。最后我们祷告，感谢父神，感谢耶稣，他不定我们的罪，而且要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那愿我们所领受耶稣的话，还有在约翰福音道成肉身的道，都能够存在我们的生命直到永生。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早上能够来亲近你，也能够来聆听你的话，也愿你的话语不是只有像打雷，更是要像是一个麦子从土里面生长出来的爆发力，能够有一粒麦子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籽粒，也让我们能够为耶稣来做见证，能够使人子的荣耀，也让我们使耶稣能够从地上被高举、被赞扬，能够吸引万人来归向耶稣求主与我们同在，也祝福我们今天所做之事、所到之处，也都能够为耶稣做美好的见证。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倩茹，谢谢大家，谢谢牧师，谢谢倩茹，大家平安，谢谢。平安，谢谢牧师。平安，谢谢牧师，谢谢。